繼續沿住健康穩定嘅軌道向前發展。習近平話：雙方喺多項國際議題保持咗有效協調同合作，展示咗中美關係嘅巨大潛力。又話雙方應該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同重大關切基礎上，通過對話協商積極尋求解決彼此分歧，或者以建設性方式管控敏感問題，避免誤解、誤判同矛盾升級，實現不衝突、不對抗、相互尊重、合作共贏。奧巴馬表示歡迎一個和平、穩定、成功嘅中國崛起，認為中國社會政治穩定同經濟成功符合中國同美國利益。佢話雙方喺亞太擁有廣泛嘅共同利益，美方願意同中方一道建設性咁緩和分歧。日本航空公司表示，較早前故障嘅航空配載同重量平衡計算系統已經